如果你已經過咗40歲，仲係跟緊你20幾歲時嗰套減肥方法，咁難怪成日減極都唔落，因為你嘅新陳代謝已經慢咗，睾固酮 testosterone 低咗，對胰島素反應差咗，仲流失咗唔少肌肉。呢個組合咧會令你減脂咧特別困難。不過對中年男士嚟講咧，真正有效嘅方法咧，其實係唔好再節食捱餓啦，你要食夠蛋白質，每磅體重大約0.8克先可以保住肌肉，又唔會咁易肚餓。減少啲會破壞睾固酮嘅食物，例如加工食品、糖、酒，尤其係啤酒。3，聰明啲訓練，揾啲你真係中意嘅運動，例如打籃球，每星期做2-3次重訓，保持肌肉。另外，每日行下路，唔好再做啲超長時間行速嘅卡迪奧帶氧運動。4，善用啲針對中年男士設定嘅逆齡營養補充品啦，幫你身體保持年輕，促進新陳代謝、體能、回復能力同減脂。仲有揾個有支援、有兄弟、有動力、有 accountability 嘅社群，好似我哋嘅男神 Brotherhood 社群一齊行，唔好再自己一個捱，有人同行先至可以長期堅持持續又開心啲。6，最後係照顧好你嘅睡眠質素同荷爾蒙。每晚瞓夠7-9個鐘，朝早曬下太陽，幫身體 reset 一下系統，唔好再追個磅數啦。你想要嘅其實係一個長期穩定又可持續嘅減脂生活方式，保住肌肉，揾翻真正嘅自己，同時過得開心，可以打波，加油！